如果喺大灣區當中想揾一套養老單位，想要有咁開闊嘅視野景觀，又要佢周邊嘅配套設施夠十足嘅話咧，今日嘅呢一套單位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咁而家咧，我哋先嚟睇下佢目前嘅一個配套設施啦。首先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就屬於佢無林酒店啦。咁無林酒店嘅話係屬於5星級嘅酒店，入邊餐飲啦、娛樂啦都係覆蓋咗嘅。喺佢嘅後邊咧，就係屬於金灣嘅華發商都，而呢一個咧就係蝴蝶形嘅市民藝術中心，以及呢一個區域咧就係24小時嘅圖書館啦，以及行政服務中心。呢一棟嘅話咧，就係佢目前嘅一個 CBD 嘅地標位置啦。咁沿住呢一邊行過咧，而家我哋可以見到嘅呢一條橋梁啦，就屬於紅鶴大橋，由港珠陽江口岸咧嚟到呢度咧，係30分鐘之內就可以直接到達嘅。同時嘅話咧，你而家見到嘅呢一啲綠植嘅位置，包括呢一啲湖面嘅話咧，就屬於金灣呢一個片區當中嘅高爾夫球場啦。而呢一個咧就係佢嘅球會。OK，咁我哋成套嘅一個單位嘅話咧，可以話咧佢係佔據咗我哋嘅地理優勢啦，以及我哋嘅景觀資源優勢㗎。落樓嘅話咧，就有我哋嘅運動設施啦。同時嘅話咧，小區當中嘅話咧，佢亦都有一小部分咁樣嘅一個配套設施在內㗎。亦即係話咧，你已經係享受咗咧，就算係買別墅都唔一定可以享受到嘅一個資源啦。咁同時呢一套單位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面積嘅平層單位嚟嘅，佢建築面積咧係可以達到192個平方。同時嘅話咧，業主咧買入咗之後咧係全新未入住過嘅，亦即係話咧你買入咗佢只不過係殘舊咗少少，因為咧佢係19年左右咁上下交樓嘅，但係咧成套單位佢目前嘅話咧仍然係一個相對非常之高性價比嘅單位㗎。咁首先嘅話咧，而家我哋係嚟到咗佢門口，門口嘅話咧可以話係一個獨梯獨戶嘅一個設計嚟嘅。由電梯出咗嚟之後咧，呢一邊嘅話咧係一個消防門，對面嘅話咧就係另外一戶咁樣嘅。而呢一個空間嘅話咧就屬於你私人所有嘅一個位置嚟㗎。然之後子母門開出嚟，側邊嘅話咧就差唔多有2.23米左右咁上下嘅一個鞋櫃嚇，容納量咧就非常之強身。而喺我哋入門口嘅第一個空間呢一邊嘅話咧，佢係做咗一個保姆間嘅，咁就相對會比較細少少，亦都帶大家感受下。咁而家我哋係採用緊呢一種即係冇開燈嘅一個情況底下，同大家嚟分享㗎。OK， 好，咁我哋睇完咗我哋嘅一個保姆間之後咧，我哋再轉個身翻嚟睇翻我哋嘅餐廳同埋客廳。餐廳呢一邊嘅朝向嘅話咧，佢係屬於一個東北向咁樣嘅一個朝向嚟㗎，所以咧佢係可以直接咧望到我哋嘅高爾夫球場景觀啦，以及我哋嘅海景部分㗎。同時嘅話咧，亦都有唔少嘅山景啦嚇，而佢所有嘅一個視野景觀亦都係相當之唔錯㗎。咁沿住佢嘅側邊嘅話咧，就係屬於 U 型嘅廚房空間。如果中意將廚房做大嘅，將推拉門打開出嚟，亦都係可以㗎。而且咧喺呢一度就可以見到佢全新未入住過嘅證據嚇，西門子嘅燃氣爐啦，包括我哋嘅抽油煙機，下邊呢一邊膠標嘅話咧，就係屬於我哋嘅一個洗碗機嚟㗎。咁呢一啲拖桶嘅話咧，全部都已經係做好晒㗎啦。基本上咧，你買入咗之後咧，你就係可以達到直至入住咁樣嘅一個狀態㗎。咁同時嘅話咧，亦都帶有一個嵌入式嘅一個單門雪櫃嚇，亦都係做咗上下2層咁樣嘅。咁如果後期有需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可以啦，喺客廳當中嘅話咧，再配置多一個我哋嘅雙門雪櫃都係完全可以嘅。咁喺呢邊一邊煮飯一邊洗餸，哇！一邊睇下呢一個視野景觀，真係一種非常之無敵嘅享受啊！同時咧，呢一套單位佢亦都係屬於一個單邊嘅一個單位嚟㗎，所以嘅話咧，佢嘅一個採光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而南面呢邊嘅話，亦都係以推拉窗加陽台咁樣嘅形式，咁佢可以望到嘅話咧，就屬於我哋金湖公園咁樣嘅一個視野景觀亦都係相對嚟講咧會比較開闊少少嘅。而呢一邊嘅話咧，就係屬於我哋2期啦同埋4期嘅一個別墅區域嚟㗎。咁同時咧，而家我哋見到嘅呢個高層部分咧，就屬於我哋2期嘅一個高層嚇。咁你睇翻2期一個高層嘅話，你就會發現，哇！成個2期嘅地塊咧，其實同1期嘅地塊係差唔多大㗎，但係1期咧淨係得6棟，而2期呢一邊嘅棟數嘅話咧，就已經係可以達到10幾棟嚇。所以咧，成個密度方面嘅話咧，亦都可以足以體現到嚇每一個樓盤嘅話咧，佢究竟有啲咩唔同之處嚇。咁同時咧，2期嘅樓下呢一邊嘅話咧，係會有一排嘅一個沿街嘅商鋪嘅。咁呢一邊嘅沿街商鋪當中嘅話咧，有少量嘅一啲餐飲鋪面
麵啦裝修鋪面啦、宵夜檔啊，同埋啲新鮮鋪面同埋華萬街嘅話咧都係已經入駐咗噶。所以咧，如果即係簡單咁樣去買啲餸食嘢，或者落去食餐飯，都係完全冇問題噶。而呢一個電視背景牆嘅話咧，亦都係屬於佢嘅交流標準同時嘅話咧，亦都係配置咗我哋中央空調嘅一個分管機噶咁佢嘅一個包邊上面嚟講嘅話咧，下邊行緊嘅係一個叫做銀色、銀灰色咁樣嘅一個鋁合金嘅一個包邊，牆身嘅話咧係一個米黃色咁樣嘅一個色調嚟噶即係整體嘅一個裝修風格嘅話咧，雖然唔似我哋而家咧咁前沿但係咧相對嚟講嘅話咧，亦都係會偏向於嗰種叫做現代化少少咁樣嘅一個效果嘅。OK， 咁我哋跟住落嚟睇下佢第一間房。第一間房咧帶有一個大飄窗空間嘅話咧亦都係十分之大嘅。呢一個距離嘅話已經係預留咗2米咁上下嘅一個床噶啦同時嘅話咧亦都帶有我哋嘅緊急安全按鈕咁再過嚟嘅話咧就係佢嘅視野景觀啦，全部咧係一線，完全咧冇任何嘅一個遮擋噶。所以如果中意景觀靚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咁跟住咧喺佢嘅對面斜對面咁樣啦就係佢嘅另外一間房啦。呢一間房嘅話咧，佢嘅窗口咧就會開得比較細少少但係亦都唔會影響到佢嘅一個光線嘅。咁望翻出嚟嘅話咧，嗱，佢啱啱好過咧，亦都有一個空隙位喺呢一度即係相對嚟講咧都會較為開闊，而且因為係一個高層單位抬頭望天空，哇！每日嘅話咧都係藍天白雲嘅一日咁再過嚟呢邊嘅話咧係佢嘅第3間房，每一間房嘅話咧都配有隔離嘅一個掛機咁呢個空調掛機全部都係屬於1級嘅一個節能掛機嘅。呢一間房就會更加大少少，亦都會帶有飄窗，亦都係屬於一個南面嘅房間。望向翻我哋嘅金湖公園OK， 咁我哋睇完咗3間房之後咧，再嚟睇下佢嘅一個洗手間位置咁洗手間嘅話咧就喺呢一間房嘅斜對面啦咁成個洗手間櫃亦都已經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咁樣嘅一個設計咁佢整體嘅話咧，成個洗手台嘅一個長度嘅話咧，亦都係可以達到1.2米左右咁上下嘅一個闊度噶，亦都係相對嚟講尺寸度係非常之 OK 嘅。OK， 咁再過嚟呢邊咧就係屬於主人房啦。主人房咧入嚟咗之後，側邊呢一邊兩邊嘅話咧就會有2排嘅一個衣櫃。再行入嚟咧就係洗手間，佢會偏闊身一啲所以入邊嘅呢一個區域嘅話咧，如果上過浴缸嘅朋友係可以嘅，亦即係話其實係參考翻佢嘅整體嘅一個尺寸程度咁再過嚟咧就係主人房啦。主人房咧轉角嘅一個大飄窗，呢一邊咧係屬於一個西南面嘅一個單位咁目前嘅話咧，佢望翻出嚟嘅話咧，亦都係 OK 咯，即係整體你如果每日係起身嗰陣時嘅話咧，佢嘅角度咧基本上就係屬於呢一個角度為主，亦都係即係一起身望到嘅就係有綠植啦。有水景啦，有山景嘅呢一種感覺咁同時嘅話咧，呢一邊嘅話咧，亦都係非常之開闊嘅一個視野景觀因為佢完全咧係屬於一個單邊位斜面咁樣嘅一個感覺所以咧每一個區域位置嘅話咧，佢望出去嘅景觀都相當之 OK， 而且主人房咧仲會帶有一個露台俾到你咁露台嘅話咧，唔係話非常之大，但係咧企個人喺度，如果朝頭早咧中意食煙嘅朋友，或者咧你封起咗呢度咧，再嚟做翻其他都係完全 OK 嘅，主要都係睇翻大家自己完完全全係屬於一套真真正正冇遮擋景觀嘅單位如果有興趣咧了解呢一種大面積單位嘅朋友嘅話咧，真係可以值得考慮咁呢套單位192平方415萬，目前嘅話咧佢嘅一個首期大概預算嘅話咧就係喺差唔多接近70萬左右，所以如果有興趣咧，想了解呢一種單位嘅朋友，亦都歡迎大家留低留言或者係直接致電預約 Mandy 過嚟睇演唱啦。未關注嘅朋友記得關注同撳一撳旁邊嘅時候鐘，咁樣先可以及時接收到我哋嘅最新消息。下期再見，拜拜。